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我係馬中寶，歡迎收睇呢一集與馬同伴賽後重點分享。本集內容純屬個人觀點及分享，並不構成任何建議。喜歡我頻道嘅朋友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。2025年11月19號星期三，9場谷草 B 跑道，場地掛牌為好地，想分享下。場次195 4班1650米，9號馬本領非凡，孭124磅，9檔起步，上大石鼓移出3碟，入彎揈到最出，最後85透出，拋離群區過終點，姿態輕鬆，先紀錄低。場次197 3班1650米，5號馬非凡豪傑，孭132磅，4檔起步，臨場着綠燈，終點前以為到，不敵後來居上，勁好運，重磅做嘅時間快過標準時間，先紀錄低。好啦，我馬中寶繼續透過賽事影片揾備忘馬俾大家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，下次見。